谢，让我们来一起来敬拜。好，那我们谢谢你牵着我手，高山低谷陪我走，从不放弃我，真诚爱我接纳我，一起做梦一起笑，一起敬拜和祷告，一起庆贺每个生命的奇迹。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分享生活，分享爱，没有批判和论断，心完全敞开。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像耶稣一样的爱，你我不孤单，这里有爱。谢谢你牵着我手，高山低谷陪我走，从不放弃我，真正爱我接纳我，一起做梦一起笑，一起敬拜和祷告，一起庆贺每个生命的奇迹。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分享生活，分享爱，没有批判和论断，心完全敞开。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像耶稣一样的爱，你我不孤单，这里有爱。好，让我们找5个人一起跟他说：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好，要找5个人哦。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好喜欢与你在一起。主啊，好喜欢与主在一起，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分享生活，分享爱，没有批判和论断，心完全敞开。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像耶稣一样的爱，你我不孤单，这里有爱。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分享生活，分享爱，没有批判和论断，心完全敞开。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像耶稣一样的爱，你我不孤单，这里有爱。好，跟你右边的说，你我不孤单，这里有爱。好，跟你左边的说，你我不孤单，这里有爱。哈利路亚！我们将荣耀、掌声归给主耶稣。雅歌4章10节说：我的爱人，我的新娘，你的爱情多么甜蜜，你的爱情比美酒更香甜，你散发的香气胜过任何的香料。空气里弥漫着一种香气，是你存在这里，我感受这香气在延续，以那委婉带续的爱情，伊甸园里，我看见你在哪里，等候着我回去。你微
笑着说，我单属于你。我想这就是你给的爱情。你的香气如同你的生命，将被万民高举。你的气息就像你的生灵，医治你的百姓。你的香气如同你的爱情，恢复枯竭心灵。你的气息就像你的同在，充满奇妙的爱。伊甸园里，我看见你在那里，等候着我回去。你微笑着说，我单属于你。我想这就是你给的爱情。你的香气如同你的生命，将被万民高举。你的气息就像你的生灵，医治你的百姓。你的香气如同你的爱情，恢复枯竭心灵。你的气息就像你的同在，充满奇妙的爱。耶稣香气正在蔓延，圣灵苏醒，你的香气正在兴起，医治全地。我知道是你，是你。哦，耶稣，耶稣香气正在蔓延，圣灵苏醒，耶稣香气正在兴起，医治全地。我知道是你，是你。你的香气如同你的生命，将被万民高举。你的气息就像你的生灵，医治你的百姓。你的香气如同你的爱情，恢复枯竭心灵。你的气息就像你的同在，充满奇妙的爱。雅歌8章6节说：“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臂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热恋如阴间之牢固。所发的光是火焰的光，是极其猛烈的火焰。”
见地的爱，没有别处能找到。爱你心香造我，深深认识我，我每一个头发，天父你都细数过，恩典如繁星一样多。圣经里面说，天父何等爱我，不管错对做错，爱我一样多。认识你之后，不再为自己活，愿圣灵帮助我，能经历你更多。深不见底的爱，没有别处能找到。爱你心香造我，深深认识我，我每一个头发，天父你都细数过，恩典如繁星一样多。主啊，深不见底的爱，深不见底的爱，没有别处能找到。爱你心香造我，深深认识我，我每一个头发，天父你都细数过，恩典如繁星一样多。深不见底的爱，没有别处能找到。爱你心香造我，深深认识我，我每一个头发，天父你都细数过，恩典如繁星一样多。主啊，我的每一根头发，我每一个头发，天父你都细数过，恩典如繁星一样多。亲爱的天父上帝，谢谢你爱我们如此的多，你爱我们胜过世上一切的爱，你爱我们，甚至将你唯一的儿子耶稣基督独生子赐给我们，让他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主啊，让我们不要忘记你对我们的爱，不论我们生活在何样的环境当中，是人生的高山或是遭遇低谷，但是没有任何的事都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来隔绝。愿神的爱今天再一次充满在我们每个孩子的心中。当我们遭遇孤单、软弱、疲乏，当我们觉得没有被爱，当我们觉得没有被接纳的时候，主，你永远都在与我们同在。谢谢主这样的爱我们，谢谢主愿意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把我们自己的心再次向主来敞开，求主再一次把你的爱与你的话与你的灵浇灌在我们每个孩子的心中。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你要坐下以前，跟你旁边说，今天上帝的爱要大大的充满你，今天上帝的爱要大大的充满你。好，请坐。我们要来读圣经当中很短的一卷书，好，雅歌。好，这卷书我们今天要读的是第4章的12、13、14、15，好，这几节。好，让我们一起来读雅歌的经文。好，那我想请男生先来读一次。好，那等一下我们今天就请男生来读好了。好，因为这是男生的段子哦。好，我们请弟兄来读，请。我妹子，我心腹，乃是关锁的园，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你园内所种的结了石榴，有佳美的果子，并凤仙花与拿达树，有拿达和番红花、菖蒲和桂树，并各样乳香木、没药、沉香与一切上等的果品。15节，你是园中的泉，活水的井，
从黎巴嫩流下来的溪水。如果你有读这个雅歌啊，好，你会发现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呢，好是一对新人在他们结婚的洞房花烛夜，好那个花好月圆，好的当中呢，这个男子好新郎所发出的赞叹，而他赞叹呢，不是只有赞叹这个爱情，赞叹婚姻，他在赞叹好他的新娘子的身体。好，所以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呢，是雅歌当中好一个很神奇的一段经文啊。好，他在形容一个女孩子。他是他人生当中第一次人生当中的第一次初体验，但是呢，他却用很特别的方式来呈现下来。雅歌这卷书呢，好在讲的是男与女的爱情，但是呢，雅歌这卷书呢，好在讲的是看不见上帝，好像只有男爱女，女爱男，但是呢，在这背后呢，好其实上帝都在看顾着男男和女女啊。雅歌好它又被称为歌中之歌，好 ，Song of Songs， 所有歌当中好最优美的歌，甚至雅歌呢，好是被放在圣经的智慧书当中。智慧书有5卷啊，好，牧师来带大家快速的复习，哪5卷呢？约伯记，好，伯、诗、箴、传、歌。伯是约伯，诗是诗篇。箴是箴言，传是传道书，歌是什么？雅歌。好，所以这5卷伯、诗、箴、传、歌。雅歌这一卷书呢，被放在智慧书当中，就是你去读这一卷书，你读了就会有智慧。什么样的智慧呢？好，就是你在男女爱情上面的智慧，男女关系上面的智慧，甚至是在人生当中一个很重要的智慧啊。今天下午我们在教会在这个地方好举办今年第1次的福音茶会，好那非常谢谢这些的同工啊，我们有70几位新朋友慕道友，就是还不是基督徒，好他们报名参加，结果今天来的呢，好还有很多是现场报名，那我们也看到很多的这些新朋友，好就在大家的精心安排，还有彼此的带导当中，这些新朋友他们都很愿意的举起他们的手，好接受耶稣成为他们的救主。我们为这个事情高兴欢喜，但是我们也知道这是一个责任，就好像你生下一个小孩，不会只有小孩生下那一天高兴而已，这小孩怎样，还要继续的抚养他，还要继续的陪伴他，还要继续的看着他长大，好，你才知道，你才是到你能够放下心的时刻。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么多的人，好，他们越向耶稣好敞开心，他们向迦南教会打开他们的心门，好，但是更重要的，好，我们要怎么样来陪伴他们？我们把今年的这个福音茶会好定的这个主题叫做春丽嘎挂，好，春就是代表春天，好，这个春天呢，上帝设计的一切好，非常的美好，所以我们也把我们能够呈现的各样美好，都呈现在这些新朋友base的面前，好，让他们感受到来到教会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好，有美好的邀请卡，有美好的下午茶，好，有美好的座位，还有美好的小组长，还有美好的诗歌和见证，好，就像是春天一样，所见之处都美好。而春丽呢，你呢就是每一位新朋友，他们就像是一颗种子。这个种子呢，每个人发芽的时间不一样，每个人长大成熟的时间不一样，都像是一颗神奇的种子。但是种子最神奇的地方，在于它能够什么时候发出芽来，好，能够从那个种子里面的胚胎，好，能够长出来，好，能够破壳而出，好，能够让那个生命开始来长大。所以今天当他们觉知之后，就像是一个神奇的种子，开始要走这个属灵生命的旅程。那这个 God 呢，纯利 God， 上帝就像是那个撒种的人，上帝就像是那个看顾每个种子的人，他知道每个种子不同的时间发芽，不同的时间长大。上帝能够在那个当中，好，让每一颗种子都能够好，在他上帝设定的温度条件、湿度、好光线当中，好渐渐长，就像你，就像我一样，我们也是在这样上帝的设计安排当中，我们到今天都还在长大，都还在成长当中。
而上帝最重要让这些种子发芽的，浇灌他们，给他们养分，就是这一本圣经，就是上帝的话。所以因着有上帝的话，他们才能够不断的学习、成长、吸收、茁壮。所以我们也期待这些的新生命们，他们都能够在上帝的家中听着上帝的话，而能够长大成熟。最后呢，他们能够成为就是能够成为一体，都能够加入在这个教会当中，能够成为教会的一份子。所以春利嘎哇就是一个生命不断循环的过程。你怎么信耶稣？是因为带你的那个人他也信了耶稣，而带你那个人怎么信了耶稣，就是也有人带领他信了耶稣。这好像我们的四季，春夏秋冬，也好像我们的人生。所以春天，上帝让人敞开人心，我们要抓住那个传福音生长的季节。其实不是只有在春天能够传福音，而是在耶稣来以前都是传福音的时刻。阿们。好，跟你旁边说，在耶稣来以前都是传福音的时刻，在耶稣来以前都是传福音的时刻。所以上礼拜牧师分享这个人子再来的时候，人子不晓得你还记不记得？当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个就是一个没有办法再传福音，一切的那个主导权通通交回到上帝的手中。所以只要耶稣还没有来，都是我们能够把握机会来传福音。好，那我们今年除了有这个福音茶会，我们下个月还有退休会，我们在暑假当中还有夏令营，然后还有短宣队，在一整年当中，我们能够借着各样的机会，能够让人的心来敞开。所以我们在这当中的参与，你要学习就是传福音，不是硬要把东西塞给人家。你知道这东西很好，但是你要怎么样让人家收到这份东西的时候会跟你说谢谢，而不是收到这份东西不要拒绝。有时候我们传福音，你在路上在街上，你把一个好东西要跟人家分享，但是人家呢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他也不明白这里面有什么好的东西。所以传福音很重要一个就是你要懂得把这个东西福音让人家觉得这是一个礼物，而收到这份礼物的时候呢，他会眼睛发亮，他会心门打开。所以包括上个礼拜我们去春天农场去做的这一切的事工，那还有这礼拜我们的福音茶会所做的每一个聚会，每一个福音的工作，就是能够敞开人心。而那个种子呢，不是他决志，种子是让他听见上帝的话，在他心里面落地生根的那一刻。好，所以那个种子就是让他的心里面被上帝的话所 touch， 让他知道这不是牧师在跟他讲话，不是台上的主持人在跟他讲话，而是上帝在跟他讲话。当他明白是上帝跟他讲话的时候，他就好像一个受精卵一样，就好像那个种子要开始，一个种子生长的条件，如果你把它放在盒子里面，那个种子呢，它永远是种子。所以牧师娘很喜欢捡种子，我们家呢柜子里面放了很多的种子，这些种子你把它放在那边呢，它都不会发芽。可是呢，当你只要给它水分，只要当你给它空气，当你给它阳光，这三个东西碰在一起，跟这种子结合在一起的时候，那个种子就会意想不到的发芽。上礼拜如果我们有参加复活节，你在离开之前有撒下那一颗稻米的种子的时候，我今天来不及放照片，那个已经长这么高了，它已经长出来长这么高了，所以分辖长老有拍照片，哇，已经长这么高了，才几天而已，就是因为条件都到了，这个阳光、空气、水加上种子，里面那个生命就开始长出来。那长的时候呢，会让你吓到，你真的是来不及追也追不上。所以这些 base 的这些新朋友，他们来到教会，给他一个正确的环境，你可能会发现，哇，他长得怎么这么快啊？或是这个像是这个爸爸妈妈看别人的小孩子怎么突然就长大一样，因为这个种子是有上帝的生命力在它里面，而上帝的话语会带来滋润。你要让上帝的话帮助他，陪伴他，跟他一起来读圣经，而最后让他能够明白迦南就是教会的家，就是上帝为他所预备属灵的家。好，所以春利刚哇，就是春天敞开人的心，种子要让他预备好发芽。每一个新朋友都是一个种子，而上帝用他的话来喂养和供应。
而最后教会就是让他能够在这里长大成熟，他能够继续下一个春夏秋冬。但是牧师，这是牧师今天下午跟这些新朋友分享的信息。今天晚上牧师要分享的也叫做春丽嘎哇，只是呢，你有发现哪里不一样？你不一样，这个你呢，牧师今天要分享的信息，是要特别对姐妹来分享的信息。那弟兄怎么办？弟兄就假装你是姐妹，不然就弟兄呢，你也要为你的姐妹、为你的另外一半来听哦。因为雅歌这一卷书呢，箴言是智慧书，雅歌也是智慧书。箴言里面看到都是说我儿啊，是讲给儿子听的。它大部分呢都是对男生对孩子来说的。可是雅歌呢，你会看到一个字，耶路撒冷的女子啊。耶路撒冷代表是指在上帝的山上，指的是在上帝的家中的姐妹们。所以读雅歌呢，我会建议女孩子要比男孩子读得更好。我会建议女孩子从雅歌当中，你要寻找到智慧。所以牧师已经把雅歌书都讲完，都已经录完了，都每一天会在我们教会的 YouTube 上面来跟大家一起来读啊。可是呢，弟兄们，你们读雅歌，不要把自己想象成我要成为雅歌里面那个国王、那个王子。我要想象成雅歌，我就是那个良人，就会有爱人来跟着我跑。其实如果你读雅歌，你会发现雅歌凸显了一个男孩子，他在爱情上面有很多的挑战。在爱情上面，刚开始热恋的时候，他非常的疯狂。可是呢，在进入婚姻，甚至新婚之夜，到这个女孩子呢，开始有了孩子之后，这男孩子的转变很大。但是姐妹们，你要知道，在你结婚以前，你可能是男孩子眼中、心中的这个爱人。结婚之后呢，你可能会成为这男孩子眼中的什么？大家还没有结婚，你也可能很难想象。但是你就成为他的家人，成为他的妻子，但是就好像变成一个关系，怎么跟结婚前、结婚后差那么多？所以很多人心声就是：结婚前你说的这么好听，这么样的爱我，怎么结婚之后，你的爱怎么不一样的？我们来问问林荣贤看看，他上个月底结婚，他结婚之后，问问他的妻子，他的老公对他爱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会不一样，但是姐妹们要有智慧。春丽嘎哇，其实牧师也要跟大家分享4件事情。这个春天呢，对女孩子来说，是一个热恋当中的时刻。这个根据网络的声量，网络声量的排行，热恋的情侣会有哪些行为呢？我们来看第5名。第5名呢，有500多个网友投下了这一票。他们在热恋当中会很频繁的约会啊，就是哇，一天到晚找机会来约会。如果男孩子、女孩子你很想要去约会，你就是在热恋当中；或是你很想要见到某人，就是可能在热恋当中。第4名有949个人投票，就是积极了解对方。你想要更了解对方，知道他住在哪里，就知道他的手机，知道他的 LINE， 知道他过去读了什么学校，知道他喜欢吃什么，喜欢穿什么。你想要积极的了解对方，这也是一种热烈的行为。第3名有1447则说电话讯息不断，电话讯息不断。牧师的家里面，孩子呢，我看到他们就是电话讯息不断。那牧师就知道，这代表什么？他们可能在谈恋爱，在恋爱当中。牧师自己呢，以前在谈恋爱的时候，没有用 LINE， 也没有这个社群媒体，真的就是讲电话。那有一次呢，这个讲电话从什么时候讲呢？从晚上的8点多开始讲，讲到几点呢？12点，你太小看牧师了吧？隔天8点，讲到了隔天天快亮。讲到了4点多、5点多，还在讲电话，我都不知道那时候在讲什么。但是呢，我们真的就讲到从一通电话讲到天都快亮，还不够，还说，我们要不要去爬山？然后呢，
那时候的女朋友就是现在的牧师娘，她还说好啊，我们去爬山，所以我们就真的熬夜都没有睡觉，然后真的我就骑车骑去神学院载她，早上6点多去爬什么山？去爬七星山，爬阳明山的七星山，一边爬就觉得很爱睡，但是我们爬到10点多回来，回去大家倒头就睡这样子。当你在恋爱当中，你会发现自己怎么做一些很疯狂的事情，讲电话不够，都讲到天亮还想怎么样？那时候我爸我妈也是会说你电话不要讲那么久，但是呢讲电话不够还想要见面，因为就是在恋爱当中。第二个热恋当中会有什么行为？舍不得分开啊！有1100多个网友就是见到面就怎样，希望今天就是世界末日，永远都能够在一起，不要再分开了。这是在恋爱当中，而这个在分开就好像生离死别，好像呢这个分开之后呢，不晓得下次什么时候再见面。所以我也想到那时候我们每次在约会的时候，每次要分开，真的就是你送我，再换我送你，他送完我再送他，这样18相送，送个不停。这就是在恋爱当中，这很正常，因为在恋爱当中的情侣就是会这样行为，舍不得，要离开。还有第1名是什么呢？喜欢肢体的接触，哪怕是眼神对到、身体碰到，有时候能够牵牵小手，能够勾肩搭背，甚至希望能够有进一步的更拥抱或是亲热，这都是在热恋当中会发生的。因为春天来到了，生长的季节来到了，这个在恋爱当中热恋期的情侣呢，会有这些行为，不是只有在教会外面，教会里面也会这样。但是这些行为呢，我们要认识，要知道，有发生，这是正常的，不是只有你们，大家都是这样来的。甚至1000年前、3000年前的所罗门在写雅歌的时候，他写的都比我们还厉害。如果你读雅歌，所罗门在写雅歌的时候，他所做的，我们今天都还不一定做得到。他也是半夜来敲窗户，然后说白天我们出去，去田里面去欣赏春天，去看看我们的葡萄园，然后会在半夜里面睡不着觉，就要跑去城里面，我的良人在哪里？告诉我的良人在哪里？找不到他，他就突然出现了。这些呢，其实在3000年前的人也都是这样子的经历啊。这是因为代表春天来到。但是你呢？我们先来读这段经文，雅歌第2章的第7节，我们一起来读：耶路撒冷的女子啊，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唤醒，不要挑动爱情，等它自发。你呢？女孩子的你，就是牧师今天所要分享的。雅歌呼吁的对象是所有在教会当中的姐妹们啊，耶路撒冷的女子们啊，住在上帝山上家中的女孩子们啊，他要对我们说什么呢？他要对我们说，你有几件事情是要注意的。在爱情当中，女孩子们比较容易陷入爱情，还是男孩子比较容易陷入爱情呢？都有。但是在爱情当中呢，要怎么样维持的久呢？这个牧师又透过网络声量排行找到几个很不错的答案。我们也从第6名来看，爱情长跑的秘诀第6名，有900多个。说要偶尔制造惊喜。在爱情当中，不要一下就变成老夫老妻。老夫老妻，我们在座有那个交往很久的。在交往再久呢，但是也要制造惊喜，要维持什么新鲜感，那你的爱情才能够跑得久。第5名呢，爱情要长跑，不吵什么隔夜架，这也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含怒不可到日落。情侣有时候呢会有误会，会有误解，但是吵架的事情，不要今天吵，晚上吵，明天见面还要吵，下礼拜、下个月还在吵，哇，那这样的爱情呢，很快就会降温，就会熄灭。所以在爱情当中呢，不要冷战，要有疙瘩的时候呢，要能够讲开，要能够说出来，这是让爱情长跑的秘诀。而第4名呢，有
超过1000个人，好，就是爱情长跑，就是2个人都要一起的成长，好，叫做扶持成长，双方都要变得更好，好，要彼此的进步。好，当我的女儿开始有喜欢的男生的时候，我就告诉这个男生，好，你要谈恋爱，好，你们现在几岁？好，你们要在这个几岁当中，好，什么时候可以谈恋爱？在几岁之前呢，你们都是好朋友。好朋友的话呢，你们就是要彼此的帮助，好，才能够证明你们是真的是好朋友。你有帮助对方变得更好，他也有帮助你变得更好，你们才是能够彼此的扶持、彼此的陪伴。好，所以在这年龄还没有到以前，好，你要怎么样帮助他，让他更好？好，就是你们彼此扶持和成长。第3名要怎样？信任彼此。好，信任彼此。好，什么是信任彼此呢？有时候我们怀疑、猜忌，他为什么不接我的电话？为什么我写给他的讯息都已读不回？甚至为什么都故意不读讯息？好，难道他不理我了？难道他现在跟别人在一起？好，难道现在有了小三？好，有了狐狸精来吗？好，要给彼此有安全感。好，所以你要怎么样让对方知道你相信他，而你也让对方知道他相信你？好，就是要让对方彼此有安全感哦。这个安全不是外表的长相，好，而是你能够相信对方，好，没有你的时候，他也能够好好的爱你，好，这是一个安全感。第2个呢，就是要常常的怎样感谢对方，好，这是在相恋的当中，好，收到对方礼物，你会很要向对方表达感谢，可是有时候结了婚或是在一起久了之后就忘记说谢谢，好像牧师也会常常忘记跟我的太太说谢谢，她帮我做很多事情，好，或是帮我牧师弄头发，好，每个礼拜天牧师要讲道以前，好，一定都要先经过牧师娘那一关，好，周6青年礼拜就不用了，好，因为他要去练圣歌队，好，但是主日礼拜你会看到我的发型都不一样，好，他都要先经过他那一关，好，但是我都会好了没，好，而不忘记要跟他说谢谢，不要把对方为你的付出当作理所当然。你要谢谢对方做在你身上的，好，即便你做的很好或是不好的时候，你也要学会谢谢，这会帮助你们的爱情跑得更长更远。而最后第1名呢，好，有1400多个人好投下了票，就是要随时的沟通啊。爱情长跑的秘诀就是要让沟通能够好，沟通不好的时候呢，哇，很多事情都做不了。好，所以不要期待好对方好，你讲了一句话，对方他会通灵，好，对方他就知道你在讲什么。好，其实我们在教会当中有遇到这样的事情，我没有讲，那你应该知道，好，或是小组长告诉组员说，现在小组长告诉这个组员的事情，大家懂了没有？好，你没有说不懂，那就是当作你懂，好，可是你怎么没有做好呢？就开始来检讨的时候，好，对方就不高兴了，你为什么检讨我啊？怎么样？有时候在男女之间，好，热恋当中也要学会沟通，好，特别是弟兄，好，要学会表达，好，因为你要会去倾听，好，会去明白，好像这礼拜我就遇到了，好，一个牧师去台北马偕医院开会，好，然后有一个长老，这个长老呢，几年前，快要26年前，我跟牧师娘当他的伴郎和伴娘。我们当他的伴郎和伴娘，可是呢，好，后来这个长老他离了婚，好，他的太太好跟他要离婚，好，那我们又遇到他，好，但是我们这次去呢，好，很特别，好，牧师去，好这个长老去，他的就是第1任的妻子呢，也在马偕医院里面，好，而我们就在那边碰到，我们就3个人在那边拍张照，会不会很尴尬？好，想象会很尴尬。好，可是呢，其实我发现他们的沟通模式还不错，因为他们有2个儿子，这2个儿子呢，他们必须都要2个都要照顾，所以他们2个常常必须还是要保持联络，好，然后讲儿子的事情，好，所以我发现他们的沟通模式还不错。可是问题来了，好，他们在为他们2个人，好，因为他们的婚姻离开了，可这2个人离开之后，2个人又结婚了，这个长老好有喜欢的女孩子，这个姐妹呢，好也嫁给别人。然后又生了孩子，好，可是呢，这个长老他就在跟我分享，说他的问题就是他的女朋友都不喜欢他跟他的前妻
讲 Line， 好，都不喜欢他跟他的前妻讲事情。好，我都告诉他，我就是在讲孩子的事情啊，都是在讲儿子的事情啊。但是他就搞不懂为什么他的老婆，好，他的女朋友，他还没有结婚，他的女朋友都不能够接受。我就跟这个长老说啊，你真的好，难怪你会上一段会离婚，好，你真的太不懂女孩子的心了。好，女孩子跟着她就是希望你就是她的全部啊，你就是她的唯一啊。好，他说我又不又怎么样，我又没有爱她，好，但是他又说我就是告诉这个，他就看到我的 line， 好，说我的前妻就是传来给我说，明天好在医院见面，然后我的前妻还留言给我说，明天我带杯咖啡给你。好，然后他的女朋友看到这句话就更不高兴了。我说当然不高兴啊，好，你怎么可以跟你的前妻这样联络？好，所以他就是很担心。好，我说男孩子啊，好，你要学习女孩子的心。好，他对爱情呢，好是很看重的。他希望你就是100%的好拥有你，而你也是100%的爱他。爱情的眼里面呢，以前说容不下一粒什么沙子哦，你不要还要连一颗种子、一颗馒头、一杯咖啡都没有那个空间。好，你不要想说只是带一杯咖啡给他，好没有，好其实连沙子都挤不进去。可是男孩子觉得可以啊，这个事情很理性、很理智，我们都是在讲孩子的事情，没有讲感情的事情。好，但是呢，好，事实上我们要学会沟通，学会好去了解姐妹的心，好，学会去明白弟兄的心。所以春天恋爱的季节，好，但是呢，女孩子们，好，你们如果要在恋爱当中想要热恋的久，想要爱情的滋味能够长久，这6件事情，好，你都要学习会做。好，我们来复习一下。第一个就是要随时沟通，第二个呢，常常感谢对方，第3个呢，信任彼此，第4个，扶持成长，第5，不吵隔夜架，第6，偶尔制造惊喜。这6件事情，好，你会做，好，其实就算你没有读雅歌，你没有读圣经，你没有受洗成为基督徒，都能够很容易帮助我们的爱情长长久久。但是爱情长长久久，还有下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的爱情到底要跑到哪里去呢？我们来刚才读的是雅歌的2章7节，我们现在来读雅歌的3章5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好，请。我耶路撒冷的女子啊，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唤醒，不要挑动爱情，等它自发。跟刚才上一节没有熟悉的感觉？有，好，因为根本就是一模一样。好，这个第2章好的第7节，好，跟第3章的第5节，好，一模一样，对象都是耶路撒冷的女子。但是呢，我们说雅歌里面看不到上帝，没有神，没有耶和华，没有上帝的出现。可是呢，在雅歌当中，有一个地方，他的上帝藏在这里，藏在哪里呢？藏在就是我用黄色标起来的，这里讲的羚羊或是田野的母鹿，其实在希伯来文当中，也可以被用来代表上帝的意思，上帝的意思。所以这首歌虽然没有搬出上帝，可是它指出了羚羊，指出了田野的母鹿。其实呢，它也是说，各位享受爱情的女孩子们啊，我指着看不见的上帝告诉你们，什么事情后面不要唤醒，不要挑动爱情，等它自发。爱情要带到上帝的面前，跟旁边人说，爱情要带到上帝的面前。爱情要带到上帝的面前。很多人的爱情好，维持得很好，也跑得很好，但是还缺了一样，就是带到上帝的面前。其实我们也看过很多的人，不是基督徒，他们的婚姻家庭也很棒，也很完整，也是很好的爸爸，很好的妈妈，有很好的工作，很好在照顾孩子。可是呢，在世界上他们可能不会遇到问题，可是当他们遇到生离死别的时候，他们才发现，哎呀，人生当中需要有一位神来帮助他们的婚姻，帮助他们的爱情，来帮助他们的家庭。所以这位神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上帝的出现，就是让我们知道爱情要跑到哪里去。爱情要跑到哪里去？
从创世纪的第1章到创世纪的第2章，上帝已经告诉我们，神按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然后呢，在第2章，上帝就告诉人说，人要离开他的妻子，离开他的不是妻子，离开他的父母，与他的妻子联合，2人成为一体。所以爱情要跑到哪里呢？爱情要跑到婚姻里面去啊！跟牧师说一次，爱情要跑到婚姻里面去，爱情要跑到婚姻里面去。很多人很享受爱情的滋味，却躲避婚姻，远离婚姻。他想要一辈子就是过2个人的生活，想要一辈子就是享受男女朋友的滋味。但是呢，没有了婚姻，这个爱情就没有保障。很多女孩子说啊，他这样好爱我，我这样，但是我如果嫁给他，我就变成他的老婆，我就变成黄脸婆，我就失去那个被呵护、被爱的感觉。但是我只要不结婚，他就会一直爱我，一直爱我。你这样子想，虽然听起来有道理，可是呢，当你的人生，当你的年日不断增加的时候，你会发现你错过了更多。你享受爱情，可是你错过了很多上帝要透过婚姻给你的祝福。爱情其实是要把我们带到婚姻里面去。这里也是网络的投票。你喜欢很快就结婚，还是喜欢爱情长跑再结婚？就网络一投票出来呢，喜欢闪婚的有将近15万人，喜欢爱情长跑的呢多少人？26000人，差的非常的多啊。所以证明哪个比较困难？右边的爱情长跑比较困难，闪婚比较简单。上个礼拜牧师去彰化，然后去探访的时候呢，听到一对会友闪婚的故事，这也是很特别。说这一对会友呢，是我们在美国的会友，他们是小学同学，小学1到4年级是同班同学，5、6年级分班之后就没有见面了。可是呢，2个人在5年级之后呢，就各自人生不同的环境长大成长。然后成长之后，男生去美国，然后去读书，拿到学位。然后有一次回来的时候，经过这个小学同学，这个男生跟一个小学同学碰面。这小学同学告诉他说：“哎，你知道我们班上有一个人，女孩子在开咖啡厅，在天母开一家咖啡厅。”说真的哦，哎，我还记得他，我带你去喝咖啡。结果呢，这个男生就跑去天母去找这个小学同学去喝咖啡。结果2个人呢，男未婚女未嫁，2个年纪都已经一大把了。然后他们一谈之后呢，就谈了3天3夜，比牧师那个讲电话还厉害。3天3夜，哇，2个人就一聊就聊得起劲。3天之后，他们就决定怎样？对，3天之后他们就决定要结婚。很多人都以为他们是爱情长跑，其实没有。他们小5之后就都没有碰过面。可是他们在3天里面呢，谈完之后，哇，决定这个上帝配合的，所以他们就结婚。结婚之后也有挑战，但是呢，我举他们的例子是说，在你的人生当中，你有可能闪电就结婚，但是你有可能是经过爱情长跑到结婚，2个都有2个的挑战，但是你要把你的恋爱带到婚姻当中，你要把你的恋爱带到婚姻当中。如果这个男生，牧师有说，我今天要的信息是要对姐妹说的。如果这个男生只想要跟你谈恋爱，但是他对婚姻一点都兴趣都没有，要不要跟他谈恋爱？你可以早一点换人，我可以劝你早一点就换人了，因为他没有想的比你更远，他没有看得比你更远，他只想谈恋爱，但是他没有想到在恋爱之后想要跟你厮守终身，他没有想要跟你成立家庭。他没有想要跟你有一个爱的结晶的时候，或许你找别人还比较有希望。别的男生可以带给你一个家庭，别的男生可以带给你一个温暖的环境，可以跟你有养儿育女。但是说我自己本身就不想结婚啊，女孩子姐妹我自己就不想要当妈妈，我自己本身就不想要成为母亲啊。我要告诉姐妹们一件事情，人生就好像这个图，从你出生，上面是女孩子，下面是男生。我们每个人，你已经走到第几格了？
好，这里总共有5、6、7、8、9、10、11、12格。好，你已经走到第几格？可能在第4格或是第5格，好，或是你在强壮一点走到第6格。当你走到第6格的时候呢，你就要小心了，这大概也就是人生已经快要来到一半了。好，那牧师不厌其烦的提醒大家，台湾人的平均寿命比全世界的平均寿命算是前几名的高。如果你是一个台湾人，你会活得比地球上的大部分的人活得还要久。但是台湾的平均男性呢，是在78岁左右；台湾的女性呢，可以平均在82岁左右。好，所以平均起来，台湾人大概可以平均活到80岁。好，这是按照几率来算。好，所以你期待你的人生活得精彩，好，你一定要想到你80岁的日子。你不要80岁的时候呢，好，都把你的人生的钱啊、精力啊、体力啊、牙齿啊都用光了。80岁的时候没有钱，好，没有结婚，没有孩子，没有牙齿，好，没有饭吃，好，你可能80岁要过非常痛苦的生活，好，那也表示你看得不够远，好，所以搞不好等到你80岁的时候，那时候的医药更发达，全台湾的平均寿命要增加10岁，好，你说我已经准备到80岁。就你要被迫得活到90岁，好，又有10年要出去工作、上班赚钱，好，现在的人就是遇到这样的情境。以前的人想说他活到70岁就够了，所以他准备到70岁，没有想到他70岁的时候，告诉他说他可以活到80岁，他才开始准备他怎么接下来要多活10年，过什么样的人生啊？但是这上面的阶段，不论你走到哪边，人生的终点是不是通通只有在坟墓里面？是不是？不是。好，人生的终点不是在坟墓里面。跟你旁边说，人生的终点不是在坟墓里面。人生的终点不是在坟墓里面。人生的终点在哪里呢？好，我搬了一幅这个梵蒂冈，好，这个西斯丁大教堂，米开朗基罗，好，在500年前的壁画，好，它不是画在墙壁，它是画在天花板，好，画在天花板上的画。这一幅画呢，好，非常的有名，但是我不期待有人说得出来，因为你问我，我也说不出来。我是查了 Google 才知道，叫做《最后的审判》。人生的终点，好，在这个地方。好，你不要想说你的人生的终点是在这个地方，你人生的终点是在最后的审判当中。好，500年前的米开朗基罗，米开朗基罗头脑非常的好，他想的还有他所做的事情，好，真的是超越常人。所以他想到最后审判的画面呢，好，是借用他的想象力，好，让我们可以想得更丰富。最后的审判当中，好，不是只有生老病死，好，然后呢就入土为安这么简单。最后的审判是你的一生，甚至是在你出生以前，从创造世界以前，好，上帝就已经拣选了你，到你来到这世上。到你如何利用在这世上，平均80岁或是90岁，甚至更长的生命，你如何活出你的人生，以及最后带到上帝的面前，通过这个最后的审判，能够进入那永远的生命当中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耶路撒冷的女子们，春天到了，你的这个恋爱的心被打开之后。但是你不要跟错了人，你不要跟错了对象，不要找到一个不会谈恋爱，或是只会谈恋爱，但是没有带给你人生方向和目标的男生。他不能够给你保障，他不能够跟你建立家庭，他不能够去照顾你的生活。这样的人，好，你不用花太多的时间，好，你跟着他享受爱情的滋味，可是你没有办法走到人生的尽头。你没有办法走到人生跟上帝交账的时刻。很多人想说，我自己活就好了。但是我要问一下，如果你的爸爸妈妈他也这样跟你一样的想法，我就自己活一个人生活就好了，我不要结婚，我也不要生小孩。请问你的爸爸妈妈跟你一样的想法，会不会有你？完全不会有你。也不要说你的爸爸妈妈，你的阿公阿祖，好，上面的3代4代。其中一个人有这样的想法，我不想结婚，我不想生小孩，我不想养小孩，生出来赶快把他弄死，会不会有你？不会有你。好，我在说你的上面的20代，甚至一路到上帝创造世界，一直到现在，
从上帝创造第一个人，第一个有名字的人亚当、夏娃到今天，这当中这么多的人，其中有一层，他说他不想生了，他说他不要当爸爸，他不要当妈妈，他自己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就好了。会不会有你？从你到亚当这么长的一段时间，6000年的时间，会不会有你？完全不会有你。好，你会说啊，我可能会投胎，我会变成鸡，我会变成鸭，我会变成猪，变成狗。好，那都不是圣经的说法。圣经的说法是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你不会再去轮回，你不会再去重新活一次，你不会再跑去某个异次元、某个外太空、某个星球当中变成某种的状态，而又再来到这个世界上。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所造的。从第一个人亚当一直到今天，你在21世纪2025年的今天，中间没有重复，连双胞胎都不会重复。双胞胎、3胞胎、7胞胎，不管是几胞胎，上帝都不会认错，因为每根头发上帝都已经数算过，上帝知道每个人的 DNA 长什么样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除非你是不孕，除非你是不能够生育，除非你很清楚的上帝告诉你，好，你就是要守独身，你就是要像耶稣一样，好，你要很早就要上十字架，或是你自己很清楚的知道，好，你这一辈子就是要用你的独身来服侍上帝。好，这是一种恩赐，但不是给每一个人。如果你没有领受到上帝给你这种恩赐，你都要为你的婚姻来祷告。好，所以对自己说，没有独身恩赐，就要为自己的婚姻来祷告。没有独身的恩赐，就要为自己的婚姻来祷告。好，最后我们再来读这段经节。好，第8章第7节，请耶路撒冷的女子啊，我嘱咐你们，不要唤醒，不要挑动爱情，等它自发。跟前面有没有一样？好，一样，但是没有一模一样。好，因为少了2个动物，有没有看见？那2个动物不见了，羚羊和田野的母鹿。好，但是除了那2个动物不见之外，其他都一模一样。读雅歌，好，牧师读了从读神学院的时候，好，那时候读，还有呢，在带波士顿教会查经的时候又读。好，这一次呢，带迦南教会在读雅歌的时候又再读一次，读3次。好，我觉得3次呢，这个20年来，好，读3次，认真读雅歌读3次呢，我觉得看到后面，好，那种感受都一样。雅歌好到后面让人家读了会想哭哎，为什么呢？好，因为她一直以为遇到他是一个良人，可是呢，结果她的老公叫做所罗门。所罗门，如果你知道所罗门是谁呢？好，你就知道哇，他是一个充满智慧的人，他又是一个充满权力 power 的人，而且又从雅歌上面对所罗门的描述，他的头发多么黑，多么卷，好，多么的身材多么的好。哇，所罗门几乎跟他的爸爸大卫的雕像一样，是那个完美的黄金比例的身材。可是你读雅歌，却没有读到一个完美的爱情的 happy ending， 没有得到一个结局。败就败在哪里？他们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开始，雅歌有一个非常轰轰烈烈的爱情，甚至他们有一个全世界的世纪的婚姻，甚至他们结婚之后也怀了孕，有了孩子。可是败就败在这个男生所罗门对上帝变心，对上帝变心。为什么所罗门会对上帝变心呢？因为他去爱上了别的女人，爱上了别的女子。所以这个所罗门他爱上了别的女子，没有把他自己的妻子好好的欣赏，好好的看顾，所以开始又爱东爱一个西爱一个。他总共娶了300个皇后，700个嫔妃，加起来多少？1000啊！好，所以夜夜笙歌，我都很难想象他确定有跟这1000个老婆、大老婆、小老婆，真的有跟他们叫得出他们的名字吗？你叫得出来吗？好，这个各位当老师们的，好，你叫得出来你10年前的学生的名字吗？好，还有困难哦。但是这个所罗门他在短短的几年当中，300个皇后，这皇后呢，好，你可以用以斯帖的标准去想象。一个皇后好，要先用药禁几个月，好，然后要在皇宫里面要先学习几年，
才能够被挑选成为皇后。好，这样的事情呢，重复了300次。700个嫔妃，这700个嫔妃就是通常都是在补习班当中补习，准备要成为皇后。可是呢，可能还差了几分才能够成为皇后，但是通通都归在所罗门的名下。这个女子，耶路撒冷的女子，期待她的爱情，结果她嫁给了她的白马王子，可是她白马王子却变了心。所以姐妹们，耶路撒冷的女子们，好，在这个雅歌第2章我们刚才读过，第3章又读过，最后要结束的第8章又再读过一次，而且他把这次的重点画在最后，不要唤醒，不要唤醒什么？对，不要唤醒爱情。这个爱情呢，你不要唤醒爱情。这个爱情好，其实他意思是说，那个爱呢，在圣经当中指的是指强烈的爱，是指男女身体上面的关系。不要唤醒身体上面的关系，就是指性爱。不要挑动爱情，不要在你们的关系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就想要搂搂抱抱，想要从牵手变成相拥，从相拥就要变成相吻，从相吻之后就开始怎样？好，就要从沙发椅就要开始到床上去。不要挑动爱情。等它自发，自发，我们想说啊，这就是很自然啊，我们2个相爱、相抱、相吻，然后就开始就相恋，然后就开始就有这种关系。自发的意思是等到适当的时机、适当的机会。你读雅歌，你会发现这一对男女，这2个人在新婚之夜，2个都是第一次，这个是很清楚的。好，你从雅歌当中第4章。就可以看到，他们之前都没有发生过任何的关系，所以你从第2章、第3章，他们都画出了一条线。我们可以在恋爱当中享受爱情，可是我们都有一条线，这条线叫做不要唤醒爱情的线。他们都保持一个距离，这个距离叫做不要挑动爱情的距离。好，他们都有一个分寸，这个分寸叫做等它自发的分寸。就是等到这个恋爱足够成熟，能够进入婚姻的时候，才让我的身体，才让你的身体彼此的献出来给对方，才能够享受在雅歌当中。但是我牧师刚才有讲，他们有很美好的婚姻新婚之夜，可是在婚后呢，他们却因为没有好好的彼此的互相的看守，以至于呢，这个男孩子，好，他开始呢，见一个爱一个，见一个爱一个，见一个爱一个，因为他很有钱啊，他很有权啊，他很有 power 啊，他很有智慧啊，他很聪明啊，他会盖全世界最漂亮的花园，他会盖全世界最棒的房子，好，这都是在圣经当中写的。所罗门的智慧无能能及啊，好，那时候的国家的权力，好，是全世界最强的，但是呢，他没有办法保护他的心，所以耶路撒冷的女子们，各位在教会的姐妹们，当你爱上了一个男人，你有责任保护他。怎么样保护他？就是让你所爱的人不要离开神，不要离开教会，不要离开圣经，不要离开神的话。当他没有离开神的话，上帝就会自然而然的保护他，就会限制他，就会让他不会有进入到试探的机会当中。好，不是说你在教会就永远不会外遇。好，在教会当中，我们也看过，教会也有弟兄外遇，好，姐妹外遇，好，也有长老外遇，有没有牧师外遇？啊，点头点那么用力，也有牧师外遇，好，甚至还有牧师看到牧师娘外遇之后呢，拿斧头去砍那个外遇的老王。好，然后就把人家砍死，然后就被抓去在美国发生，好，关在监牢里面，这些都还是有可能发生。不是说因为你今天是个基督徒，你今天是个长老，你今天是个执事，你今天是个小组长，你今天是个牧师，你就一辈子不会犯罪，并不可能。我们都还是会有这样子的试探在外面，但是要做的就是要让上帝在我们的当中啊。好，所以最后牧师好要告诉。不管你今天有没有谈恋爱，好，或是过去谈的恋爱成功或是不成功，但是呢，你要知道恋爱有个目标，有个方向，要进入到婚姻当中，
因为在婚姻当中，你才能够把你的老祖宗、祖先们给你的生命能够继续的传承下去，否则你的祖先的生命就到哪里，就到你就结束了，然后那就叫做 game over， 就叫做 game over。但是你能够继续能够传承下去，好，你才能够让这个 game 好持续的 play 下去。结婚之前有4个问题，好，你要问的。第一个就是你跟你这个喜欢的人个性，你有没有认识他的个性？你有没有欣赏他的个性？他在个性上面有没有什么你值得欣赏的地方？好，有你欣赏的，你不欣赏的呢？怎么办？他的个性有没有你接纳的地方？好，他的个性是很急还是很慢？好，他的个性是很正面还是很负面？好，你要去认识自己，也要认识彼此，认识对方，也要认识自己，认识彼此，能够彼此的认识，彼此的欣赏，彼此的接纳。当你们做到这一步，你们才有资格谈到婚姻。好，如果你们这个对个性都还自己的个性都摸不清楚，说我要结婚了，好，那很抱歉，好，你们结婚之后只会更一团乱，因为连自己的个性都不晓得自己为什么会生气，都不晓得自己为什么会害怕的时候呢，不适合进入婚姻，更不适合谈恋爱。谈恋爱的人，你要在个性上面要成熟，要会认识、会欣赏、会接纳。第2个条件，你要进入婚姻当中，就是在经济上面好要能够成熟。什么是经济呢？好，就是你有没有收入。你的收入都是从伸手牌的爸爸妈妈给的，还是你自己赚来的？还是你除了自己赚来之外，你还有其他的管道？你有斜杠，你还能够投资和理财？你要在经济上面好，能够有稳定的收入，你才适合进入到婚姻。好，所以牧师现在在讲的，在学校会不会有老师教你？我不晓得。好，你在读大学会不会有哪个教授跟你讲这些？也不见得。在学校，老师可能叫你准备的、叫你考试的、跟你出题目的，都是告诉你怎么样拿到学位、怎么样拿到职位、好，怎么样可以升官。但是很重要的是，你的婚姻谁会告诉你？你的家庭谁会帮助你？好，如果你今天好又错过了，或是你今天没有把它听进去、弄明白的时候，你可能又开始过你的人生，而你又建立家庭、婚姻呢，好，又更晚了一步。林荣贤，好，因为他今天没有来，好，所以我可以讲他。好，他如果来的话，林荣贤结婚的时候36岁，36岁。他如果要当爸爸，他几岁了？他一结婚马上当爸爸，好，也不可能，就要37岁。37岁，他儿子大学毕业，22岁的时候他几岁？59岁。好，在6年，好，他儿子当完兵回来，或是准备要结婚的时候，他已经怎样？65岁，好，准备要拿老人年金了。好，那距离他的平均寿命，台湾的平均寿命还有15年。他的儿子要好开始工作的时候，他只剩下15年的时间。他15年的时间怎么陪他的儿子、陪他的女儿呢？好，他可能看不到他的儿子结婚那一天，甚至看不到他的女儿当妈妈那一天。很大的几率，因为他35岁、36岁才结婚了。好，所以这在今天是越来越普遍。好，你可能等到你想通了，等到你想要了，好，你愿意了，结婚了，生孩子了，可是呢，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大半。经济也是这样。好，你不要想说你现在花钱都花爸妈的，花别人的，可是你真的想要进入婚姻，你就必须要好好的规划你的经济，你要明白你的收入怎么样建立，你的支出怎么样抓。还有你怎么样能够储蓄？第3个，你适不适合结婚，就是你在关系上面，你怎么样去跟人家沟通，不会用这个言语暴力，或是这种情绪暴力，或是你能够沟通，能够真的找出问题，好，而不是真的把问题就烂摊子一丢。刚才礼拜开始之前，牧师也要跟我们的小组长沟通，好，因为这个小组长他说他不做了，好，我听到很讶异，为什么小组长你不做了呢？我就说，你要跟我谈，好，所以谈了之后，原来因为他跟他的区长怎么样的上面，好，听完之后，好，如我所想，一定是沟通出了问题，好，但是呢，如果说好你不做了，好你就不做，那换别人来做，都没有沟通，好，那个疙瘩那个问题就会在。
所以就听完之后了解之后说啊，你们这个问题好出在某什么什么地方，好，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做呢？还要再有下一次的沟通，下一次沟通完之后，还要再有下次的沟通，下次的沟通完之后，大家把这个误会都澄清之后，好，才能够让大家恢复到一开始跟昨天没有发生问题一样的关系。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当你们在关系上面起了冲突，你想说我就不理他，你就放给他烂，但是那个烂呢，会烂个10年、20年，继续的烂。但是你想要去修补那个关系呢，你要花很大的力气。我要先跟这个沟通，再跟这个沟通，再回来再跟这个沟通，再回来再跟这个沟通，只有在一起沟通，适当的时机再成熟之后，花这么多的力气，结果只是回到跟昨天没有发生问题以前的关系上面。所以你跟别人能够有好好的关系，或是男女朋友，你们现在谈恋爱关系很好，不要想说一辈子都这样不会有问题，因为你们没有去练习怎么样去解决冲突。面对冲突、面对问题的时候，问题来的时候，很多时候已经是来不及了。好，就是那个关系就是快速的恶化，甚至就拒绝沟通、不想沟通。有没有这样？有。牧师做青年牧师已经是20年前。20年前，好，在迦南教会做青年牧师，那时候有很多在谈恋爱的男女朋友。今天你可以来问我，今天还有那时候的男女朋友还有几个今天还是结了婚，然后还在迦南教会呢？好，我可以掐指算给你看，5根手指头有没有？没有。好，那时候在教会谈恋爱的好多对，5根手指头伸出来都没有，好，都不到5对哦，不到5对。所以20年后，你不要想说今天我们在教会，哇，我们就是会长长远远永远在一起。好，但是我不是说只有在迦南教会都会失败，别的教会都成功。其实你去别的教会更失败的更多啊。好，都是一样。如果你没有去操练在关系上面，一遇到问题，一遇到困难，马上就是降到冰点。那个刚才陈汉还帮我们找出了那个第8章的第6节。好，那个恋爱的时候像是火焰一样，可是当2个人反目成仇的时候，那个是直接的、快速的冷冻，好，零下的好不知道几十度一样，好，变成仇人一样。好，这都是需要沟通，还有就是需要跟上帝的沟通。最后，你是不是适合结婚？你有没有找到目标？你的个人的人生目标，彼此的家庭的目标，还有在上帝的计划当中，有没有一个永生的目标？为什么我们要结婚？我们结婚就是为了要建立家庭。为什么我们要建立家庭？建立家庭就是要提供我们的下一代有一个安全的环境，让我们的下一代能够在这安全的环境当中出生和成长。所以牧师好有3个小孩，好，在3个小孩要出生以前，我都已经想过不知道几百遍、N 遍了。好，将来我当了爸爸之后，我要怎么样当爸爸？将来我结了婚之后，我要想要住在怎么样的一个环境？将来我的孩子好长大之后，我要怎么样来教导他们？在我还没有女朋友或是才在谈恋爱的时候，这些事情都已经在我的头脑里面想。好，你不要想说牧师能够生3个小孩，就是很自然的事情。这些事情都是你还在一个人的时候，还在单身的时候，你就已经开始在思想这样的事情。这是我的目标。这是我人生的计划，因为我知道上帝把这样的生命给我是很宝贵的。我不想要这个这么宝贵的生命只有到我而已，然后就没有了，就没有让这个宝贵的生命就不能够再分享给别人。那我怎么样分享？我一定要找到爱我的人，我爱的人，而且还要跟他能够一起来生育下一代，而且要把下一代怎样？要生得很健康，好，不要等到我的太太40岁的时候才叫她生小孩，40、50岁的时候她才要当高龄产妇，而且让我小孩能够出生的时候，能够都是在一个很好的、很健康的环境，好，让他们不会去因为没有饭吃，因为没有钱，所以他们必须要出去打工，必须要出去卖彩券，好，必须要去要做很多辛苦的事情，而是让他们能够享受，但是也不要让他们走错路，让他们能够在教会成长。所以希望牧师透过今天好讲给姐妹的信息，弟兄们好，你们也加减听，你们也很重要。好，牧师都在看每一个弟兄，好，牧师不会只有看姐妹，好，牧师也期待每一个在教会当中的弟兄，你也是能够在个性上、在经济上、在关系上、在目标上，
你都能够长大成熟到一个地步，然后呢，适合进入婚姻。好，我不会说你要到100分才进入婚姻，其实你只要进步到60分，你就可以勇敢的进入到婚姻。好，因为在婚姻当中，你会成长得更快。你不用等到说我一定要赚到这个储蓄存款有500万、1000万，我才要娶老婆。好，抱歉，好，有多少人结了婚10年、20年也没有办法达到那个目标？你不用搬错误的目标来限制自己，而是当你进入了婚姻之后，你会成长得更快，成熟得更快。只是牧师要提醒大家，当你要进入婚姻之前，你一定要在这4件事情——个性、经济、关系、目标上面，你都要有相当的成熟度。所以今天雅歌的信息很快就要结束，再来你就不会再读到雅歌，你也不晓得你会不会好好的去看雅歌这卷书，我也不知道你会不会从雅歌上面得到上帝对你说的什么话或是什么启示。但是这个春丽高哇，上帝给我们的都会有春天唤醒爱情的时候。有时候你没有想要谈恋爱，人家就死命的追着你，死命的缠着你，好，然后让你有这个恋爱的感觉。还有呢，会有那个果子，就是你的身体就像是一个果子一样。好，你本来是一个小女孩，好，现在长大了，好，开始亭亭玉立。你本来只是一个小男生，好，现在变成一个大帅哥。但是呢，你可能走在路上都会有人多看你2眼，好，坐在火车、捷运上面都会有人跟你要这个联络的方式，挑动爱情。好，春天果子成熟了，好，有人在唤醒爱情，有人在挑动爱情。但是上帝呢，好，他像是羚羊和母鹿，他要嘱咐爱情，教导我们，好，上帝的合上帝心的爱情。而最后我呢，就是我们的人生。要等它自发，你要等待时机的成熟，你一定要为你自己好好营造你的婚姻，营造你的爱情。好，希望牧师今天这几十分钟的信息，大家能够得到帮助，也希望你接下来人生能够更有具体的目标，你也更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也更知道自己应该要如何善用你的人生。因为台湾人平均寿命是80岁。倒数80岁以前，你的人生有多少事情呢？80岁以前，你能够保障你的人生都很健康，不用拿拐杖吗？我的岳父65岁退休，他退休的梦想就是要回到他的老家，盖一个很漂亮的房子，把他老家翻修过，好好的照顾他的他的妈妈，好，然后在乡下过那个农夫的生活，种东西的生活，这是我岳父的梦想。好，还有就是退休金可以买一台新的车子。他都做了，可是呢，当他退休不到2年，发现一次的身体健康检查，发现他有癌症，有癌细胞在肺部。还好他是提早发现，可是接下来生活，他所有的人生的梦想，通通怎么样？通通改变了，不能够再住到乡下，因为乡下没有好的医院，没有好的药，他必须要再回到台北。他不能继续的照顾他的妈妈，因为他自己要不断的跑医院。好，还好他的妈妈活到99岁，但是越到后面，他越发现自己照顾不了。我的妈妈都走路比我还快了，90几岁的母亲，我呢现在开始呢却要拿拐杖，甚至我的岳父在做这个第2次、第3次的化疗的时候，体力不断的流失，所以现在走路呢真的是比一个90岁的人还要慢。我把我的岳父的例子搬出来，是告诉大家说，其实你的健康跟今天你怎么生活有很大的关系。你要远避这些的癌症的因子，你要小心你吃的食物有没有塑化剂，你用的餐具、免洗的餐具，这些你都要考虑进去。为什么？因为我要活到至少80岁啊！我要让我在80岁的时候不会牙齿都掉光光，然后呢身体都已经没有办法，都只能够坐在轮椅上面。我希望我在80岁的时候还是身体很健康，一样跟今天一样，可以每天爬楼梯，爬10层楼都不会喘。好，那你现在就要练习啊！我希望我在80岁的时候还可以去打篮球，我希望我在80岁的时候还可以做运动、做健身，还可以保持我现在的身材。你就不要暴饮暴食，就不要熬夜，就不要伤肝，就不要去抽烟，就不要去沾染毒品，就不要去做这一些对你的身体有坏处的事情。因为这是你的人生的计划，
人生的目标，你知道你的生命很宝贵，你知道这你的生命是上帝从老祖宗亚当一路传，不知道传了多少个人，你今天才有这个生命权，才能够在这里呼吸和生活。但是你说我不要了，我结束了，我要 close 了。你把上帝在几千年来给你的祝福，就在你的手中就结束了。当你有一天去见上帝的时候，上帝不一定会给你秀秀，上帝可能会说：某某某，你会不会太自私，只想到你自己？你却没有去感谢你的爸爸妈妈，他们那一代怎么多辛苦，他们还不是结婚了？你没有去好好想过你的阿祖阿公他们那一代怎么样经过战争，怎么样经过饥荒，可是他们还是要生孩子，才有你的爸爸，才有你的阿公被生下来。我们要为上帝而活，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人生今天又过了一天，你的人生不会只有停留在原地，你的年轻不会再有第二次。牧师还有第二次来迦南教会的机会，但是我也知道我不可能再当第二次的青年牧师，但是我还有机会对现在在谈恋爱的年轻人告诉你们，牧师在20年前看到的事情，看到当我们的青年跟我们的对他的另外一半出轨，看到我们的青年对我们的另外一半没有忠心的时候，那个伤害不是只有伤害的那个女孩子，伤害了2个家庭，伤害了整个教会。知道这些事情的人，所以牧师一直在努力的传讲牧师要传讲的信息。你一定要好好的在你的爱情当中，把你的爱情带到婚姻里面。我也对我的孩子讲同样的话。好，在你的现阶段是学生，就好好的扮演你学生的身份。你如果要谈恋爱，你就不要退出，就不要辜负了对方，就不要让对方在这个因为不谈恋爱之后，他就不来教会。这都是牧师要先这个约法3章的事情。而牧师也期待我们在今天的雅歌当中，听起来不管你觉得很沉重，或是觉得很有盼望，但是我都希望，我还是对你们充满着盼望。希望你们20年后，你们都是一个很棒的父母亲。20年后，你们可能都还能够继续在迦南教会，或是在台湾，或是在世界各地的教会，很认真的带着你的家人儿女在服侍，带他们来教会。这是牧师最大的希望和祷告。我们一起从座位上面站立起来，我们一起来向主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要为我们的每一位年轻人来祷告，因为每个年轻人的生命都是上帝所赏赐。我们在世上的日子，人的一生是70岁，若是强壮的，可以到80岁。上帝啊，你曾经让摩西活到120岁，你曾经让亚伯拉罕活到170岁。但是上帝已经为人的寿命定下了一条线，强壮的可以活到80岁。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在台湾这个医药发达的国家，让我们可以享受健保，可以享受医疗的资源、好的药物。但是我们不晓得台湾这样子的景象到底可以维持多久，只有上帝你知道。而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把握我们的今生来换取永生。在我们还年轻的时候，好好塑造我们的品格，好好了解我们的个性，好好打拼我们的经济，好好规划我们的未来。在关系上面，两性的关系、与神的关系，都要能够不断的学习，并且让我们向着永生的目标来奔跑。让我们做任何的事情都是带着计划，并且我们所做的任何的计划都能够来荣耀神，都能够使神得益处。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来用这首诗歌来回应。愿神的话、圣经的话、雅各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圣经里面说，天父何等爱我，不管做对做错，爱我一样多。认识你之后，不再为自己活，愿圣灵帮助我，能经历你更多。深不见底，
没有别处能找到。爱你心想找我，深深认识我，我每一个头发，天父你都细数过，恩典如繁星一样多。圣经里面说，圣经里面说，天父何等爱我，不管做对做错，爱我一样多。认识你之后，不再为自己活，愿神灵帮助我，能经历你更多。深不见底的爱，没有别处能找到。爱你心想找我，深深认识我，我每一个头发，天父你都细数过，恩典如繁星一样多。深不见底的爱，没有别处能找到。爱你心想找我，深深认识我，我每一个头发，天父你都细数过，恩典如繁星一样多。最后一次说，深不见底的爱，深不见底的爱，没有别处能找到。爱你心想找我，深深认识我，我每一个头发，天父你都细数过，恩典如繁星一样多。我每一根头发，天父你都细数过，恩典如繁星一样多。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本来不知道该怎么样爱，但是因为我们认识上帝的爱，我们才学会爱。求你帮助我们的爱，不是出于肉体的爱、情欲的爱，或是眼目的爱，帮助我们学习我们的爱是用主耶稣的爱来彼此相爱，让我们的爱不是占有，让我们的爱不是越爱越窄，让我们的爱是不做羞愧的事情，是不自夸也不张狂，让我们的爱是能够行在光明当中，是能够结出那良善的果实，帮助我们在还年轻的时候能够思想爱的功课，学习爱的真谛，让我们以神的爱来爱彼此，也来爱自己。主啊，我们也要承认，我们在的确很多的事上，我们错误的爱造成的伤害，或是无法弥补，或是无法挽回的关系的时候，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知道你是使无变为有，使水变为酒的神。即便有时候恋爱的感觉消失，甚至夫妻离婚、离异，但是只要在耶稣基督里面，还是能够保持和谐的关系、和睦的关系。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永远都不能离开你，离了你，我们就无法做什么。即便我们赚得全世界，即便我们像所罗门英俊潇洒、聪明又有智慧、又多金，又能够写诗，又能够谈恋爱，但是当我们离开上帝，我们什么都不是，我们只会造成更多的伤害。求主帮助我们谨记上帝的话，让我们一辈子都不离开你，让春天来到的时候，每一个结出成熟的果实都能够在上帝的话语当中孕育成长，让我们都能够成为主的肢体，让我们都能够在教会当中彼此相爱，享受爱的团契，
享受爱的幸福。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大家请坐。好，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一种感动回应神的恩典，也更是一种行动。我们要一起为主圣工所用。让我们一起来奉献。献上我生命，为你所用，我所有一切为你所赐，而我有什么不能够给你？生命是你的，恩典是你给的。请起立，献上我生命，为你所用，我能有什么不能给你？赏赐在于你，收取在于你，用我为你的尊贵器皿，一生为你成为祝福。亲爱的主耶稣，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今天带领这么多未信主的朋友来到你的殿中认识你，也祈求圣灵动工，让福音的种子在他们心中发芽，生命得着改变。最后，我们也献上我们的能力、时间、金钱，供你圣工所用，求你悦纳，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阿们。好，让我们再用这首歌一起来跟神唱，是吧？顺利教我的时阵，我们好喜欢与你在一起。谢你牵着我手，高山低谷陪我走，从不放弃我，真正爱我接纳我，一起做梦，一起笑，一起敬拜和祷告，一起契合每个生命的奇迹，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分享生活，分享爱，没有批判和论断，心完全敞开，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像耶稣一样的爱，你我不孤单，这里有爱。是吧？我们好喜欢与你，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分享生活，分享爱，没有批判和论断，心完全敞开，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像耶稣一样的爱，你我不孤单，这里有爱。都是我们都不孤单。你我不孤单，这里有再一次，你我不孤单，这里有爱。哈利路亚！拍掌，把荣耀归给耶稣。哈利路亚！谢谢耶稣，谢谢耶稣这么的爱我们。阿爸父神，我们再一次认识神就是爱，没有爱就不是神。让我们在每一个关系当中都充满神的同在。当神在我们每一个关系当中，神的爱就要祝福孕育我们的关系，能够不断的成长。当我们失去爱的时候，求神帮助我们找回爱，重新找到神起初的爱，让我们能够永远活在神的爱中。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帮助与感动，与每位弟兄姐妹同在，使神的爱存立高望。只有你和神永远的爱，赐给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拍掌，把荣耀归给耶稣。哈利路亚。请坐。Hello， 大家晚安。晚安。我是陈欣，然后我没有什么特别的职位，我就是陈欣。然后我先要来报告。好，下一页哦。好，今天请问有新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或是很久没有见的旧朋友吗？这样子是很像那个蜘蛛人的迷因，他这样随便乱指是怎么回事？
那个奕晨，好，牧师先讲奕晨了嘛，对不对？对好，那我们就欢迎奕晨剪了一个很可爱的刘海，起立一下，hello， 起立一下，好，欢迎奕晨，好，你可以坐下了，谢谢。好，还有下一位是这个嘀嘀咕咕着。怡云，怡云好，怡云也剪很可爱的头发。对，我们要恭喜怡云哦，她已经申请到那个法国的学校了。中提琴。对，9月就要到法国去进修了。哦，好，那我们恭喜她，然后也欢迎怡云今天来到我们当中。然后今天也就像刚刚是牧师有讲嘛，就是我们下午也有很多的新朋友来到我们的当中，然后我们也在心里欢迎他们这样子。好，那下一页。好，本主日是大众传播中心的奉献主日。那就是如果大家对于就他们的事工就想要更了解的，就明天可以来主日听就是讲道，然后也可以为他们关心代祷跟奉献这样子。好，下一页。再来是下主日是5月4号，然后要举行本年度的第3次圣礼典。如果你有报名洗礼的弟兄姐妹，请你在5月3号礼拜六的1点，然后要到教会的501会议室问道理这样子，然后也要记得5月4号的圣礼典本人也要到才能受洗哈。好，然后再来就是圣礼典的话，青年礼拜也有爱餐不是也有圣餐哦，青年礼拜也有同学。新年礼拜也有圣餐，不要太动了。新年礼拜也有圣餐，然后如果就是你想要直接参加就是主日的礼拜也 OK 这样子。好，真的可以下一页了。好，再来是5月7号礼拜3，我们的333祷告会。请问333祷告会是什么意思呢？星期3在33号。牧师，你不可以讲出答案啊！我很认真在回答。好，就是星期3在33号的祷告会，不是有3个3哦，是333这样。好，然后我们这次祷告会的主题是为母亲祷告，因为5月就是有我们的母亲节，然后邀请弟兄姐妹可以一起来参加祷告会，然后就是一起为了我们的母亲来祷告。好，下一页。好，社区医疗咨询，本主日就是明天的10点半跟到11点半的，在教会1楼有举办我们的社区医疗咨询，然后大家可以多多的关心。下一页。好，再来是2025年第1次的志工教育训练，在场有志工证跟有加入协会的人，请举手。好，就不论你有没有志工证，然后如果就是你有对这个就是主题是灾难，没有你想的这么远，然后有黄天仁牧师会在33号2楼，就是这边来举行这个讲座，就是教育训练就是明天下午对，明天1点半到3点半这样子，所以大家都可以来参加，没有说你一定要是志工或什么的才可以，然后临时来可以吗？总干事可以，好，很欢迎大家临时来这样。但是如果像下午的那个茶会，如果我们之后还有办，就大家都不要临时来，大家都要报名哈，我们要提早要祷告。牧师要介绍一下这个黄天仁牧师他也是一个很特别的牧师。好，那他离开教会牧会之后，他就去创了一个天人盐屋，好，然后他用一个有机的自然的农场。好，那他也在做很多的防灾训练。好，他防灾训练包括地震、包括火灾、包括台风、包括战争。好，那他自己也是身体力行。好，那他去用这个回收的盖了一栋房子。好，用回收的玻璃、回收的建材。好，然后怎么样能够过简朴的生活？好，能够在灾难当中你不会饿死。好，所以他有很多的实战经验。好，甚至他也教大家要怎么样可以睡在车上。好，然后他自己也弄了一个车子。好，把他车子怎么样，所以他会分享他很多的经验。好，那他的负担就是对很多的年轻人好，所以我们也鼓励年轻人，好，明天下午有这个机会1点半到3点半，好，可以来听他的分享，好，多得到一些的防灾常识因为像在去年我们教会也有姐妹，就是家里面遇到火灾，好，然后火灾之后整个家都烧光，还好他的上帝保守他的一块皮都没有烧到，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么幸运好，因为这个灾难不晓得什么时候会发生，好，所以我们能够有一些防灾的意识，好，能够有一些防灾的观念，好，都能够让我们能够活到80岁以上。安内后母后，好，所以跟旁边说，有防灾的观念就可以活到80岁以上，有防灾的观念就可以活到80岁以上。对，还要有来参加这个讲座，就可以活到80岁以上。好，下一页。
好，松大的讲座，4月30号礼拜三的10点，早上10点半到12点有这个生命灵魂的7样维生素这个健康讲座。然后就是如果有大学生10点半到12点没有课的话，可以线上参加。那个就是上班可能比较难。好，再来下一页。好，再来就是2025年的阿嘎贝英语品格哦，英语品格营哦。好，它的主题叫做 Cooking Puzzle， 然后正在招募童工跟志工，就是只要你是不一定要是学生嘛，对不对？只要你有负担，你是社青，想要一连请假7天，把那个特休全部赔进去，5天哦，好，想要一连请假5天，把特休全部用光的话，也可以来报名，好不好？然后报名到6月8号的礼拜天，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扫周报封面的 QR code。但是我知道大家都没有拿周报，所以请问大家可以去哪里报名？找谁？有可以找一个人吗？哦，找一个总干事在这里。好，总干事哦，现在就有哇！好，大家就是如果你现在手机就马上可以拿出来，反正就是暑假也是没有事吧，所以就是有暑假的朋友们来，就是现在扫起来。然后他说欢迎国中以上的童工报名参加，还在等什么？等我叫你报名。好，不是我叫大家报名，可是就大家要报名这样。好，大家都扫完了，好，我们要下一页咯。好，3秒，3、2，等一下，营会日期是7月7号到7月11号，就是放暑假的时候这样子。然后，这次总召是哪一位嘞？总召啊，营长是谁？你妹啊！我没有，不是吗？好，大家在前10秒都没有发生任何事。好，我们赶快下一页。好，德国宗教改革之旅是外展部门的活动。德国之前牧师已经去过1次德国宗教改革之旅的心得分享会，就是听说他们这次去，然后就牧师上次讲到也有分享，就是他们的心得，然后有陆陆续续听到，就是很多弟兄姐妹有去的都觉得很赞这样，所以就是欢迎大家，如果你对德国宗教改革之旅有兴趣，或是你只是单纯想要听人家去德国旅行的分享的话，都可以参加。在下个礼拜的1点半，在401教室举行，就直接到那边人出现就可以了。好，下一页。好 ，A1 的初信造就课程，就是大家已经放假放2个礼拜了哈，我都已经快忘记有这件事情了。5月3号礼拜六2点，就是造就时间的 A1 初信造就课程，有报名上课的弟兄姐妹要留意时间，按时出席哦。好，下一页。好，再来是2025年第1期的生日奖助学金受奖名单已经出炉了，然后它已经公布在1楼的公布栏，还有周报第3页啊。如果你没有拿周报的话，你等一下出去的时候记得看一下有申请的朋友。然后在5月11号，就是我们的母亲节主日和的主日礼拜当中颁发。然后如果你有申请，然后有申请上的话，一定要记得过来领钱，不然钱就都会还是会给你啊，就是大家要记得来领奖这样。好。还有吗？好，再来是全教会退休会的车次分配也出炉啦，这就是已经公布在1楼的公布栏，所以如果你有报名的话，等一下回家之前也可以去49号看一下。这边也有这边也有。对，好，外面那个有木头椅子那边，大家也可以看。好 ，OK， 那我们今天要出发去小组，如果是家亲的，请到礼拜堂的舞台左侧；如果是直直撞的，就到吧台旁边的空地。然后大家可以出发了。